再来看桃园航空早起拖车在拖国泰航空 CX407航班的时，拖车的油管破气阴影呈现。航空公司是表示讲，因着随换另外一台拖车，无影响到航班哦。伊也毋过外界是真烦恼，讲有安全的疑虑。桃园航空拖车在透早要甲国泰航空 CX407班机拖走的时阵，拖出油管闭气，而且阴影呈现。桃园航空紧急换另外一台拖车。 较在无影响飞行机组起飞的时间，在拖行航机的过程当中发生漏油的现象，那公司立即处理会造成航机的延误。针对拖车的油管闭气，旅客认为有安全的疑虑，都要加强地勤人员的教育训练。可能会有一些安全的疑虑。地勤人员的教育训练应该要再做得更完善一点。油管闭气的这台拖车是自2000年初买的，桃园航空表示。 一切拢有照正常的程序来检修。有学者认为讲，即个事件主要是因为液压油伫油管漏油的情形之下，接触到高温的所在，才会出现呛烟的情形。通常在机坪的作业中，如果是处于一个天气冷热交替、剧烈变化的情况下，就容易导致这些管路的脆化。建议陶勤公司以后在地勤作业车辆的部分。 除了定期保养之外，对于管路油管的部分要加强检测。有学者认为讲，针对这种有当地会发生的事件，确实真恶随发现，会当累积相关的经验，加强防范性的措施。嘛有学者建议，未来甲油车换做是电动拖车，不过经费成本就会捐出2倍至3倍，加上充电的问题，目前要实施虽然有难度，不过应该要就电动化的部分提早做规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